英国王妃凯特今年1月动手术了后，有2个月拢无参加公开活动。这个月初十，王室公布一张相片，要庆祝母亲节，是王妃和3个王子甲公主。不过，这张相片却因为有修改过，引起争议，真侪国际通讯社拢甲相片拆掉。凯特王妃伫网络表示，伊和普通人同款，拢会修图，引起争议，甲大众回失礼。威廉王子加卡米拉王后等人最近参加大英国协力的活动。国王查尔斯3世因为着癌接受治疗无来。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威廉王子甲伊看手凯特，互人看到是最近出现2个人坐车离开温莎。伫咧几点钟之前，凯特公开为引发风波的家庭相片道歉。伊伫 X 大文讲，家己甲真侪业外的摄影师同款，有人时也会试家己编辑相片，对所造成的纷扰感到抱歉。肯辛顿宫表示，未重新发布原始的相片。42岁凯特伫1月8日动手术，大家拢关心伊的健康。伊才发这张手术了后第一遍公布3修过度的相片，造成大家伫咧猜测。It's a major communication failure from their side to distribute such an image, which raises doubts, will only create rumors and make us doubt that she's as well as they want her to look. 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5间国际主流媒体是伫发现相片有问题了贴来。比如讲，夏绿蒂公主倒边唱明显无共款。根据王室的消息来源，讲凯特是甲相片做微幅的调整。这张家庭相片只是单纯经过修图，为了母亲节所发的，也就是讲，这不是一张专业的相片，而是记录家庭时刻的相片。因果无完全真实，所发布到全世界，已经造成公关的问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